你可说了啊，只超过5分钟，不来就走啊！爱谁谁，师傅，是你妈咱也不管。走，师傅不能。我这个正能量只有穿透力，穿透你的心，这才叫高水平。一般的人都是在表皮上。一点都看不出你80几岁啊！那当然，必须的。44年属猴的，哎，真的看不出。这是我的中学同学，这是他们的德行，我这个德行。这里81到83，我81，都是同学的。这是我70岁，这是我80岁，这个比这个年轻不？这10年我几乎就是原地踏步，甚至还往回退。你老婆几个？情人有好几个，老婆就一个。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我至少养了5条鱼，都是好鱼，还听话，都是良家妇女。我现在还在部队返聘。你是当兵的？我半个军人，我干这活相当危险，是解放台湾用的。我退休工资8000，他给我15000，我1个2万，我自己花。哦，真的潇洒，怪不得那个5条鱼跟着你了。我讲课1节课300，你讲什么课呢？光跳舞就10万。哦，我以为你讲妇科了。那什么妇科？我的衣服2年一扔，我23年的衣服全扔了，这些都是今年新买的。